镜头咱来看台中，前几天啊，台中发生一件占车位停车的纠纷。在过程当中，有一个人伊摕伊警察的证件出来，要求对方都要甲车驶走。落尾手督察单位查到这个警察，伊是伫咧台北内湖服务，伊伫休假期间有无妥当的行为，也那内湖分局嘛回应讲会照规定来处分。行车记录器这台车伫咧等车位，左边有一台车突然间切入来。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随甲车驶走，互伊停。后壁单位的人真不满。警方认为是这台修路车插队，验过原本甲车停伫咧车架内面，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真不满，一直甲警方讲，伊是伫咧替修路车占车位，而且也无证据证明涉人先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人到了，他才从那边骑过来的。那你要怎么说他先漏出去，或者什么？后壁等你这个驾驶更加不满的是，有另外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，伫警察约未来的时阵，把证件摕出来，讲伊就是警察，叫后壁这台等你车驶走。就是要我就这样离开，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太不合理。而你今天身为警察，你反而就是公私不分、不清不楚，只照顾你自己的家人，我觉得这个行为是蛮不 OK 的。未出示任何证明为警职身份的文件，且该男子亦非本分局所属员警。警方督察单位指出，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是台北内湖分局康宁派出所姓陈的警察。内湖分局声明，姓陈的警察是因为要避免对方质疑伊是假警察，才被动提出证件，说明家己是休假中的警察。姓陈的员警也讲，迄当阵伊只敢若问现场的状况，看对方有质疑，就请伊联络当地派出所。本分局陈新元检休假期间协助了解交通纠纷，自身误议，将依规定予以议处。内湖分局强调，警察伫咧休假期间，敢若是有言行不周的情形，会秉持公正的立场，继续调查，依照规定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